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癌症，已经连续38年排国人死亡原因的第一名。癌症时钟又搁变紧咯，每4分半钟都有一个人来治疗癌症，比前一年紧11秒。其中这大肠癌已经连续13年来排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。女性癌症的第一名也是肠癌，也毋过这肺癌的人数嘛增加袂少。医生讲，上主要是台湾人食食西洋化，想要避免癌症，也是爱改变食食的习惯。台湾得癌的人愈来愈多，速度嘛愈来愈紧。根据国健署统计，2018年有11万人得癌，每4分31秒就一个人确诊，比2017年减11秒，甚至比2014年减了半分钟。台湾10大癌症，大肠癌伫咧13年来是第一名，刷的是肺癌、女性乳癌、肝癌、甲喙腔癌，和过去的变化无大。饮食越来越向西方靠齐哈，所以整个那个大肠癌跟乳癌发生的机会哈，其实我们也逐渐在跟西方在拉近当中。医师解说，无看基因遗传主要的问题是因为大家爱食油的、甜的、香的、肉类食真多，这可以引起大肠癌。不过这几年推广大便检测，大部分拢会当提早发现。若女性癌症的第一名是乳癌，嘛和食的有关系。肥胖，我们也认为跟乳癌发生率增加有关系。那另外一个就是环境荷尔蒙有一些塑化剂。医师建议，身体要健康，就要改善食的惯势。若是无法度避免油的物件，就要加食高纤维的菜色果子。肺癌、口腔癌是薰、手、槟榔较歹吸。台湾特别靠超高龄化社会，预计得癌的人会继续变多。民众上好定期接受检查，才会当提早治疗。